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有14例境外病例，早起传出春节检疫方案的民众有2例验到病毒，后面宣布认可台湾疫苗会当入关。今年寒冷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一礼拜会来报道，全台湾温度拢会降真济，北部、东北部是各湿各冷。昨因为风太外围环流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台中和平的台北线有石头啊放落来击到人，加载无4名的肺炎。新车市来看，咱过来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14例境外病例哦。早起传出讲有使用春节7+7检疫方案的民众，伫防疫旅馆7天要登去厝内隔离进前验到病毒。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是0本土病例，那另外有14例的境外移入跟0死亡个案。昨天台北市这边有针对防疫旅馆派出采检车去针对所谓的7+7的专案去验然后有发现2名阳性的个案他所说的2位阳性个案，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公布的序号5跟序号6。按16942跟按16943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只有按16942呢是真的属于7+7专案。那另外16943，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12月8号就已经入境了所以它不属于我们的这个7+7专案的对象。但是还有另外是我们也是7+7的这个对象是按16947，属于我们的序号10。序号10这位，他其实是自费住我们的集中检疫所他先前在11月中旬的时候，曾经在越南有过确诊的记录所以目前研判是一个复阳的一个情形。我们新增了这个7例的这个边境拦截确定的 Omicron 病例所以目前累积总共已经有12例的 Omicron 的境外入的病例。春节检疫的新制度是伫防疫旅馆检疫7天，登去厝内继续隔离7天，搁在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头一批完成防疫旅馆检疫的民众，要登去厝内检疫进前爱搁采检。传出台北市有2个人胃着病，已经送到病院隔离治疗了。另外后面昨嘛宣布讲，是咱台湾注疫苗的证明。指挥官陈时中早起表示讲，毋但后面，搁有真侪国家嘛等来讨论。春节回台检疫7+7+7方案实施了，第一批旅客开始伫咧防疫旅馆进行采检，若是阴性，准的检疫时间就当转去厝内进行。验过这么传讲，台北市有2个人检是阳性，已经收治病院隔离治疗。有医生担心讲，像这种状况可能会再发生，因为之前新北市的幼儿园群组事件，指标个案埃及爸就是伫咧感染的后期。阴阳来回回，若要防止病毒进入社区，就要靠公共卫生的手段。这种案例一定会有，所以说这是公共卫生，只能把你的风险做到说保护你95%，保护你99%，可是你95%就会5%，你99%就会有1%。另外，后面第2日宣布承认台湾所核发的新冠疫苗注射证明书，外界好奇疫苗的抢排是不是包括国产的高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后面承认的是疫苗注射证明的有效性，而若是后面一个真侪国家也继续伫咧谈。疫苗证明是认这个证书的效力，就承认这样的一个证明它的有效性。那至于里面相关的疫苗的认证，那各国采用的标准各有不同。陈时中强调，上紧后礼拜就会公布国内疫苗作为证明等相关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寒冷以来上强的冷空气，这礼拜会来报道，全台湾的温度拢会降真济，北部、东北部会各湿各冷气象局预测，这波冷空气的强度差不多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提醒民众要爱有准备。东台北地区一早起天气是湿个冷，好似落一个停一个。有高伫拜4、23，水气会慢慢收淡。拜5、24天气稍较稳定，中部以南有机会看到日头。不过，伫迄天暗时，冷气压瓦群，温度会开始降，全台湾拢感受会到。冷空气的强度，瓦群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有可能搁再增强成做寒流。我们的预测最低温大概是会出现在礼拜6的晚上到礼拜2清晨这段时间，在中部以北，还有我们的东北部地区的低温呢是下探10到12度。那我们的南部地区花东呢，最低温呢，大概是12到14度左右。
那沿海空旷地区还有我们近山区的平地温度还会再低。气象局讲，这波冷空气会是入冬以来上强，沿海较空旷的所在温度可能降到10度以下，国加上有水汽会感到更较冷。伫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悬山，都有机会落雪。气象专家分析讲，冷气压来了，有机会搁带来境外移入的禽流感，家禽养殖业要特别注意。专家提醒讲，民众要严防旱害。随着一波一波的冷空气下来，这种境外移入的这个禽流感风险确实有逐渐在增高。养殖这个鸡、鸭、鹅啊，或者是一些畜牧的朋友们，第一个要确保你的禽舍这个保温设备要适当的启动，要注意透气。预计伫28后礼拜2开始，冷空气才会慢慢减弱。不过辐射冷却真明显，另外来注意透早温度会较低。记者综合报道。汉翔公司顶个月29日甲头一台永鹰高级教练机交予空军的台东志航基地，今仔搁到第2阶加上头一台的原型机，有3台飞机冲场来完成交接的仪式。早起9点外，顶个月交机的头一台永鹰高级教练机对空军的台东志航基地起飞，来迎接第2台的高教机。10点半甲头一台原型机，有3台的高教机表演冲场来完成交机的仪式。空军司令部是规划讲，明年到2026年，阁会陆续交出64台的高教机。再看台北捷运的环圆山站西边的公办道径案，经过东外协调今仔正式动土了。隆重要开43日，有饭店、有商办，阁有购物广场甲徛街按算114年会当完工。这是国家主导中心头一件的公办道径案。行政院长苏贞昌带头举金土来完成动土仪式，伫台北市大东区捷运圆山站的西边，占地有3017平的这个土地，长久以来拢是迄个用，97%算是台湾银行所有，由这个国家主导中心来主导，协调国防部完成志芬新村灌护签署，还佫有来拆除60外栋建物。经过1年的这个整合敲测，成做第1个公办道径案。违建户能够没有任何争议，大家都100%同意，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我们把这一块基地给盘整完成。圆山站西边的公办道径案是以这个库伦地区甲分做2段，打造地上10站甲11站，还佫有地下4站的饭店、商办、含买物件的广场，这个主题大楼。投入我要43亿，估计伫114年的完工。政府希望来做办头，通互这个大东区边仔的这个4颗链灯拢会当热起起来。咱实在讲哦，是出一块地尔啦，出来拢人出钱、出工、出力，出困难，实在是拢因啦。咱就安尼坐在等就好啊，安尼。所以这种方式哦，那专供也佫有吼，尽量加充管。由于这个地方是航道下方有限高，因此在规划上呢，我没有办法盖得太高。它成功的引进私企业的资金、技术与效率。捷运圆山站的西边道径案若是动工了后，内政部表示讲，除了圆山基地以外，还佫5案公办道径已经完成招商，未来中央会选咧和地方政府来合作，选咧来推动公办道径的这个工课，会当互这个城市搁再活亮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研院经济研究所今仔公布明年国内实际经济成长率应该会有3.85%哦。也毋过因为 Omicron 病毒的拖卖去影响到经济，中研院认为目前国际原物料的起价，佮加上薪水嘛会起通货膨胀的压力确实是袂小。全球疫情要持续地拖烧，毋过因为各国疫苗注射率有提悬，然后经济豆豆复苏。中研院经济研究所预估，2021年国内经济成长率会达到6.04%。看对2022年，今年甲明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01%甲2.04%，拢比2%通货膨胀的警戒线还佫较悬。毋过因为国内消费速度会回温，按算明年实际上的经济成长率是3.85%。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达到这个2.01%。至于明年我们预测GDP 的这个成长率呢，
会还是持续的高额的成长那达到3.85%。今年经济成长率按算会调整到6.04%。台湾景气良好，连续9个月红灯，嘛显示有持续伫咧复苏当中。尤其是大卖、小卖甲做食的，营业业的灯号嘛为红灯转做是红灯。中间院预估，政府决计明年度起基本工资甲军公教的薪水有起，对明年类似的消费都有帮助。不过，考虑厝价大起影响厝租，还有Omicron病毒无确定性，也是有增加变数。其他机构可能低估了这一个房价对未来房租的产生的这个影响。那还有就是这个 Omicron 爆发呢，势必会使得供应链瓶颈的这个问题恶化的这个状况呢。会延续的更久。Omicron病毒菌架影响景气复苏的情形。中研院的报告指出，全球供需失去平衡的状况会持续恶化。国际大宗的原物料起价，也有起薪水等等的因素，拢会压关消费的需求甲物价压力。若国内其他的无确定因素，主要受到中央银行所按货币政策、美中关系、甲其他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等，拢会持续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县长潘明安已经做2任了，明年特别选举，今仔民进党立委曾瑞祥宣布讲要参加民进党内的初选，发出屏东要拼过高雄。另外，毛想要选县长的立委周春美甲张嘉宾是表示祝福。我们屏东人要有自信大胆的喊出屏东超越屏东，屏东超越高雄。屏东县长潘明安2任的任期得要到屏东县长这个位伫民进党内部竞争真激烈，立委曾瑞祥2日大声宣布要参加民进党的初选，竞选的主题画出屏东超越高雄，要将台湾尾拼做台湾头。嘛，因为潘明安捌表态支持由立委周春美来接班，曾瑞祥阁特别向潘明安公开发声，指定这个从来就不是屏东的传统，也不是民进党的文化。曾瑞祥的记者会有嘉义县长洪忠良亲身来相听，林志坚甲林佑昌是录影，佮再加上英系、苏系，将近10位的立委出动来支持，也提早插热宣战。另外，党内同款暗算要争取屏东县长这个位的周春美甲曾嘉宾，马龙表示祝福。那现在党内的初选，大家就各自努力，结束后就团结一致对外。庄雄委员跟我目前在民进党内竞争初选提名，但是未来在大选的时候，我们也会共同合作。另外，已经退出民进党的无党籍立委苏振清，早就已经表示伊会出来参选。最近积极伫咧屏东办座谈会，伊嘛表示会等民进党内初选结果出来了后，才个宣布参选，为屏东的选情增加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耶诞节特别到了，也毋过 Omicron 的疫情伫全球继续在滚价。来看英格兰已经表示讲，伫耶诞节之前袂阁提出愈较严格防疫规定。伫德国会来限制聚会人数。亚洲的国家亲像泰国，就要求讲入境的旅客拢爱隔离，来做伙来关心国际的情形。伫泰国通报第1例本土 Omicron 的案例了，为了要阻止发生新一波疫情，当局2月宣布重大边境防疫措施。明年1月初时进前，外国旅客免隔离的采检就通关 Test and Go 计划暂停。主管2期有方向的旅客先留伫咧普吉島嘅沙亞計劃。ที่เข้าไปช่องทางต่างแต่เราจะมีการเว้นแต่ว่าหลังจากวันนี้ไปแล้วเนี่ยก็ต้องเข้ามาในระบบใหม่ก็คือกลับมาที่เดิม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世界卫生组织2警告 ，Omicron 自11月底出现到即嘛，已经伫欧洲至少38个国家出现，甚至已经是主流的病毒株，包括丹麦、葡萄牙甲英国。真侪国家政府因为圣诞节要到防疫措施也做一寡调整。英格兰伫圣诞节进前防疫措施未变，苏格兰是限制看球赛人数，取消爱丁堡新年庆祝活动。We can't rule out any further measures after Christmas, and we're going to keep a constant eye on the data. Including football, effectively spectator-free over this 3-week period. 德国宣布看年前限制聚会人数。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也是第1个采取严厉措施的地区，包括透早1点到6点宵禁，限制社交聚会人数上最10个人。葡萄牙夜店爱关起来，建议未来2礼拜尽量踮伫咧厝内工作。公司新闻吴宁编辑。
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讲，因为 Omicron 的团，美国提供民众51套免费的快筛试剂。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嘛已经有2亿人拢注过疫苗了，呼吁民众免伤过惊吓。也毋过嘛强调讲，还未注预防针的民众哦，就要赶紧去做。Omicron 咧升长，美国疫情搁再加悬。总统拜登宣布讲，会来提供51套免费的这个快筛试剂，予有需要的民众。Federal government will purchase 1/2 billion, that's not million, billion with a B, additional at-home rapid tests with delivery starting in January. We'll be getting these tests to Americans for free. 拜登表示讲，即卖情况无亲像2020年3月，已经有2亿人完整来注过疫苗，准备嘛更较充分，嘛对疫情有更较有了解，民众无需要搁惊吓。拜登伊搁呼吁讲，还未注疫苗的民众都要紧的出来做。All these people who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yourselves, to your families, and quite frankly, I know I'll be criticized for this, to your country. Get vaccinated now. 就连前总统川普也伫个保守派即个脱口秀的顺嘴讲节目顶悬，伊讲伊家己已经有做过即个疫苗的加强剂，毋过煞去有部分的民众加出声，伊只好赶紧来补充说明，无支持政府强制民众都爱注疫苗。根据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 ，Omicron 的变异株伫个顶礼拜确诊病例有达到73%，已经成做主流的病毒株。大多数的即个确诊者因拢有注过疫苗。另外一方面，美国体育频道 ESPN 报道讲，因为 Omicron 伫个世界咧升长，北美职业冰球联盟就无要派选手来参加北京冬奥男子的冰上敲棍球的比赛。不过，官方还未正式宣布这项消息。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看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国防部长的飞行机下落去海林哦，部长伫海林收12点钟，总算收上岸，是真幸运哦。应该是会当是咱讲的天公仔囝。镜头内面这位穿乌衫，就是正幸运换来国防部主管宪政57岁国防部长盖勒，看起来正忝。直升机跋海时阵，伊是2位行军换掉人之一，另外1位是伊的同事。飞机下来迄当阵，因大跳逃生，伊讲家己的死期也未到，虽然海水正冷，也毋过好佳在无受伤。Nanomboka tamin'ny fito sasany Romano jusqu'à tamin'ny fito sasany Maraina. Matoa zay mbola velona. Akaiky be tsy latsaka ambony be zany satria manaraka ambony ranomasina zay. 除了要到9点钟，也就是透早4点左右，有渔民看到因伫咧喊救人，也毋过决定先甲船开转去岸边，坐一只更加大只的船来研究。2个人全咧一直游，上面伫咧湾海一个镇马汉堡进化，共飞機另外2名乘客目前由下落不明。Mbola azo andehanana tsara ne azo atao ne manao vol de nuit misy jiro tsara fa rafale devant le tsy adosony le pilote mihitsy tsy adosony hélicoptère koa。盖勒今年8月才离开，已经服务了30档的警政单位。伫内阁改组的时阵，正做部长。伊讲伊的任务是甲几位同事去东北海岸一个已经造成至少36个人死亡的船难现场视察。无想到讲家己坐飞机煞跋海，好佳在灵机应变，用驾驶椅仔当作蒲堂。另外一位宪兵将领讲，盖勒一直拢有运动的习惯，体能保持了袂歹，真有动，才有法度克服季军，大难不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南非是世界上常常发生性暴力的国家之一咯，伫疫情期间是愈严重。今年的第3季有9000多件，一天就有上百件女性被糟蹋的通报，大约100件内底会有8件的女性是被杀死的。南非政府嘛讲哦，性犯罪甲处理疫情同款头疼。废碗盘准备食的，南非这间庇护中心最近生活的妇女，每一位拢有心酸的故事。Before I moved from the house, he drove to the beach and told me that, look, this is where I'm going to end your life. 李光辉郑桂林之前互伊判虐害拍，伤到正严重，伫咧病多9个月，这是身体的伤，心理的伤，到即嘛也袂好。The way for me to end this thing is to partake in awarenesses and spread this thing to the world. Teach young girls, teach young boys about this thing. 像郑桂林这种案例愈来愈多，伫过去几个月，南非因为疫情封锁，性暴力犯罪快速增加。官方的统计，今年7月到9月，就有9556位妇女被性侵，平均一天登记有案的性侵案就超过100件。
更加惊人的是，每3點鐘就一位女性被殺害。Every woman having a boundaries, have a way to say no, and seek help as much as you can. 南非政府講，當地性暴力犯罪已經敢若是另外一個可怕的大流行，將要常態化。國會為了要阻止暴力，9月通過3項法案，要嚴懲性犯罪，並且加強保護措施。不過團體認為效果有限。Women still complain about the treatment and the non-responsiveness of the South African police, and I think that also links to patriarchy. That is still very deep-rooted in our country, and that needs to be looked at seriously. 受害者協助團體講，南非嘅男性對男子氣概有錯誤嘅認知，國家上世界被情形嚴重，互因嘅行為更加偏差。除了法律，也自教育這方面做，那無可能是靠天罰，效果有限。公視新聞徐焕玲編譯。來看昨午，因為風颱外圍環流影響，全台灣攏會落雨。台中和平的台北線24.5公里的所在，佇暗頭5點左右，有一頭仔放落來，去擊到一個橋倒擺的查某人哦，人送病院，加載是無性命危險。高官講公務單是表示，因為落雨，最近經過附近哦，就愛特別細膩。機車技術穿着大雨，行駛佇台北線中橫公路，山壁上向落落大石頭，技術倒佇土骹，機車歹去，後壁看到民眾緊嚟報案。救護車到場確認技術的性命正常穩定，不過伊是無清楚面部受傷，緊嚟送醫急救。代志發生佇21號尾仔5點，台北線中橫公路24.5公里處，因為落了一天的雨，才發生石頭落落來。他人就倒卧在路邊這樣，然後他的大概右臉頰有腫脹，有可能是他應該是在閃落時，然後不小心就摔倒。21號受到風颱外圍環流的影響，全台灣攏有落雨，台中和平山區更加是大雨規工，除了24.5公里處、35公里處，甲中橫便道攏有發生石頭落落來的狀況。各管公務單嘛緊日派重機具來搶通。公務單表示，雖然山區雨勢漸漸較緩和，還是有石頭落落來的可能。下雨下了一整天，而且雨量有些時段還不小哦，所以造成坡面的含水量比較高。那這個路段中橫這個路段先天可能就比較破碎吼，所以偶爾會有這樣的一個零星落石來發生。各管公務單表示，未來幾天除了加派人力的巡檢邊坡，萬一恐怕這個較真嚴重的狀況。不過山區的嚴重含水量真懸，還是有崩落的可能，呼籲用路人來多多來注意。記者台中綜合報道。再來看雲林賣寮電廠3代小土團的機組，會伫2024年到2025年退休，配合政府的政策，大數要轉型做小天然氣的電廠。8月份嘛已經伫賣寮有辦公聽會哦。雲林縣政府是表示，會伫附近的工業港碼頭起一座天然氣的接收站，會要求愛顧安全，嘛愛顧環保。樂興地雲林電廠營運20多年，但賣寮電廠有3部上煤機組。分別在2024年和2025年將退役，為了配合中央零排放政策，將規劃轉型興建2部燃氣機組來取代發電，賣在賣寮工業港興建一座天然氣接收碼頭。你就是核能又要廢死，你本來就是要少天然氣嘛。政府政策是要用50% 的天然氣啊，30% 的燃煤跟20% 的綠能，這是政府的政策嘛。所以這個是。在台灣你要去減碳啊，要減少空污啊，你本來就是要想辦法每一個改天然氣啊。特首就表示，這件轉型小天然氣案，今年8月份在賣寮鄉辦理公聽會，環境影響的說明書，嘛已經提上經濟部能源局和工業局，和環保署的審查中。對此，文管會就表示，需要在公安和環境兼顧下來進行。整個能源轉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必須要有周全的這個配套跟所有的措施，尤其是在設置的地點必須遠離油槽以及所有安全的地帶，才能來做整個接收站的一個設置。每一年都多多少少有大小事故，然後賣寮地區因為地區比較嚴峻，所以針對這些管線的未來的維修，其實也是在乎地方的安全問題。
在地面代表示，未电厂区的优秀的拖介绍天然气，会当呼吁民众长期希望改善空污的期盼，但地好嘛烦恼，未在光线安全上恐惊佫出现意外，嘛希望未来电厂会当确保地好民众的安全下，顺利来完成能源转型。记者为报道。位于高雄高山的仁爱河滨商城是高雄上大规模的海沙厝，已经去40多栋了，嘛互认定是危险的建筑物咯。高雄市政府今仔是先拆掉上危险的头一栋，也毋过住伫遮的民众是讲哦，因拢还未甲建商讲好条件，嘛还未签约，就先甲厝拆掉，实在是感觉真无保障。喇叭一响，怪手将铁皮拆掉。高雄上大的海沙屋伫个爱河附近的仁爱河滨商城，是40几年的老社区，部分条仔天棚毁损严重，互高市府判断是违老楼。一个月前陆续安置居民了后，22号开始拆，但居民烦恼还未甲建商讲地坪顶条件甲签约就拆，无保障。政府叫阮就大家搬走，啊，无互阮一个合理的。互阮知影讲，啊是当时厝要互阮去，互阮也无啦，啊阮无保障呢，叫阮搬，阮就搬呢。毋但已经伫拆的居民烦恼，同社区隔壁栋排拆时间较晚的居民嘛讲，大家的意见拢无共款，目前还未看到建商来协商。要求1坪换1坪啊，要求建商盖章啊什么的啊，哇。我不大清楚。居民伫社区挂布条啊，希望市府斗找建商加速途径。高市府解说，因为仁爱河滨是自办途径，条件要由居民家己甲建商协商，希望赶紧有建商加入途径，解决徛户的需求。这个地点真好，市政府也承诺会做都市计划容积调高一点，建蔽率甚至会考虑放宽一点，大家也较好起大。市府提出提悬用集等条件，希望吸引建商加入，因为附近都有真侪徛户，为着避免噪音、涂山等问题，市府伫外壁挂帆布啊，用机械加喙代替弄壁，希望赶伫过年进前将社区医护平，降低对附近居民的困扰。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咱来看桃园观音的富林国小有一个学生的布袋戏团哦，已经成立5档了。学生专程拢讲台语精彩的表演，逐档嘛拢伫全国比赛摕到真好的成绩。那么做伙来欣赏。我乃是前底干，我乃是顺风耳。千里眼顺风耳出场，妈祖娘娘欢呼，就爱驾驶这个官商勾结食钱的贪官，甲乌心的生理人。观音区富林国小的布袋戏团，因为表现真少得，受邀请演出环保正风宣导戏剧，或做正风不染唯心专念，扮了真精彩，大家扑啊是直吹泪。我在这里操演了钱老板，他的特色就是走路要夸张一点，然后扇子要动，然后有时候可以抓痒。我练的时候要把妈祖练得很庄严，很辛苦。然后呢，我在布袋戏社团我练了3年。我担任的是打鼓，还有我们的锣鼓，还有一些高低板。我就是拼命的练习，然后一直记。为着让囡仔有更较多元的学习，观音区富林国小成立布袋戏剧团，学生伫社团除了学牙红仔，台词嘛专程用台语来发音，配灯光甲现场演奏音乐。互规出戏的感觉，甲戏剧的气氛是真好，嘛带领观众会当做伙入去戏剧的情景内底。有时候走位走得不太对，或者是他的动作太小，那也都会被老师们纠正哦。那其实他们真的都很辛苦的在练这出戏。富林国小成立布袋戏团已经5年啊，学生的表现是拢真优秀，精彩演出嘛受到大家肯定。这年来伫全国赛摕到真好的成绩。今年因才打以千里顺风乐团，伫桃园市学生创意戏剧比赛布袋戏类摕到特优奖。明年要拼全国赛，这学生是拢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哦，出门上惊手机也无电，台北捷运甲民间业者合作，伫捷运站来提供行动电源出租的服务哦，会当伫无共款的捷运站来行，旅客得当一边坐车一边充电咯。为机器内底跳出来是一个行动电源，台北捷运的旅客也是拄到手机也是电子设备无电的时阵，除了原本就有的免费充电的插头，12号开始，卖当透过这个充电的机器来组就一个已经充饱电的行动电源。
会当行到倒位就冲到倒位，用时间来算钱。充饱电了后，嘛无限制，伫原本的地点才会当来开这机器。真侪民众拢认为真方便，非常需要，所以都要准备行动电源。那如果有这种，这就很方便。就是如果他这边可以借，那边不能还，那我拿那个东西其实是挺麻烦的。站点够多，然后就是够有合理化的话，那会非常好。对着捷运公司甲民间新创公司的合作，提供旅客行动充电的服务。台北市长郭文铁讲啊，台北市就是一个智慧城市的实验场所。台北市会继续开放给新创公司进来做实验，成功了我们就用政府的力量把它 scale up， 把它放大，你知道吗？那变成产业。如果说有其他的业者，或是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我们公司现在也是正极力的推广生活事业。我们也希望提供给民众更方便、更便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台北捷运嘛强调，未来欢迎相关业者也是其他服务的厂商来到台北捷运来合作，提供旅客更方便的服务。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新型学测明年10月21到23考试，这嘛是108考纲实施了后头一届的大考哦，嘛只剩30天咯。学生应该安怎来准备呢？今仔早起有真侪位真资深的老师来提出建议，那么做伙来听看卖。108年考纲实施了后，头一届高三升过30天，就要参加新型学测。高中的英文老师讲，分科测验无考英语。有学生感觉考一遍就决定一生的命运咧烦恼，不过前9月试办考试到达，甲看起来题目真简单，唔免过头担心。循序渐进，把前面5级的单字把它做一个总复习，因为其实语言的学习它是一个不能间断的，你可能一个单字今天看了1个礼拜之后再看，可能又有点不太熟悉。语言学习需要长时间来练习，国文科嘛是同款。国文科老师毋茫讲，伫个尾仔阶段，学生会当调整家己读较长文章的这款心态。伫最近真热门的这款王力宏的新闻，嘛当来请做真好的素材。学生毋通干那将伊家当作是咧画仙，是要讲出家己的观点。虽然同学还没有进入婚姻，但是父母亲不就是一个婚姻的一个样板嘛？那个女性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中，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都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观察跟思考。三大主考数学有 A 甲 B， 高中老师强调讲，最后阶段就是写题目，都爱加写来练习。若是讲去看到有较下时事的公投这款的题目，都唔通用家己的生活的经验落去解读。反而你要更聚焦的是在所谓你写错的题目，或者是你有一些部分你认为它是叫做计算错误的题目，其实你可以再反思反刍再一遍的练习，因为你所欠缺的就是那临门一脚。专中教讲，试办考试的国英数含这个社会科袂伤过头困难，干那这个自然科有较难，其中生物甲化学连高中老师因家己阁写真久，呼吁大考中心伫个正式命题都爱去顾虑到学生的程度，才袂去打击到教学的现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潮州的三星社区哦，有设置中央厨房来服务在地时代甲偏乡的老大人，嘛请营养师来配菜，或者时代食甲营养佮健康。真青草的菜色，鱼肉拢总有。这是屏东潮州镇三星社区的中央厨房，大家真用心伫做便当，都是要互社区甲偏乡的侪伙人，甲家己一个人大的时代，会当食到营养佮健康的物件。我的菜色有花椰菜。迄个啊是梅子苦瓜，个高丽菜，炒高丽菜。主食哦，我们的主食有鸡腿大排还有很多，还有鱼排，对，应付各种不同口味的客人。三星社区的中央厨房，甲别人无共款的是，因有经过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卫生管理评鉴，而且摕到优等。另外，因阁设全国头一个农药残留的检验站。要来确保，或者老大人食的物件拢是安全的。那我们一年大概供应大概有10万个长辈吃我们的餐点哈。那我们这里所有的师傅哈都是经过有证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里所有的菜单都是营养师开出来。替这时代送餐的人员讲，家己一个人带一伙人服务，因感觉真欢喜，投入公益关怀，嘛会当更加落实长照计划。我们在地方上哈一些。偏乡偏村里面有很多需要照顾的一些边缘户老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申请到中低收的资格，在这个边缘户里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去怎么协助政府来照顾更多的一些政府没有办法照顾到的一些独居老人。
三星厨房提供的毋但是健康的便当，透过互动会当更加了解这济伙人的需求，甲温暖甲关怀送到有需要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主办的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这届是使用真侪5G 的技术应用，邀请本土甲日本、澳洲的艺术家来做科技艺术的创作，咱做伙来欣赏。浸伫咧城光建筑的结构内底，无语来喷水泡啊！即落一幕呢啊，就随拍插小气的迷幻感觉，安尼互民众体会到囡仔时代的快乐。这是即届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内底，澳洲艺术家因参展的作品，伫咧5G技术的运用下，这边的这个光影艺术节邀请到本土甲日本和澳洲遮的艺术家。我觉得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呢，都相当的好，有展现那个光影的特色，然后有创新，最重要是跟科技的结合呢，那么展现出一个新形态的艺术的展演，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特色性很强，所以我们这一次把它提前到12月25号，所以它圣诞节跟花年跟这个过年到明年2月28。因为当代的艺术愈来愈专业，文化部强调讲。光影艺术节就是把这个科技表演甲艺术拢甲结合做伙的一个呈现，亲像讲台湾艺术家的创作，或是把这个光甲成做一个角色，互伊来斗搭来参演。我一直在创作的部分都是用，我喜欢用光去表达，我把光当做一个角色去思考。那这个角色他怎么样跟现场的观众互动？文化部表示讲，5万民众会当半工来参加，伫这款5G 的技术来带领之下，来透过科技表演甲艺术的结合，这款艺术的互动方式，通来体验到上界青秋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雾台的罗凯文物馆哦，最近展出上百领龙尾狮团的罗凯族传统的服装甲用品哦，展览嘛，互族人用族语来消解因祖先留落来珍贵的文物，咱做伙来看卖。一项一项做甲真有路的鹿角配件甲服装排开，也有各种族人的生活用品。这是屏东雾台的鹿角文物馆所办的特展《鹿角珍宝老布布鲁》。老布布鲁就是有生活用途，也是社会意义的手工用品。这场特展佮含国立台湾博物馆也有部落合作，总共展出超过100件文物，是这几年来规模上大的鹿角文物展。而且因佮找族人做伙来编写文物的说明牌啊，用鹿角的话语加强文化的主体性。文物说明牌上面的解释啊，还有它的一些照片啊，其实都是雾台文物馆还有雾台部落这些共同撰写的。所以说，文物虽然来自台北，来自博物馆，那么但是整个关于文物的这个意义，关于文物的知识，却是透过这次返乡的过程重新诠释。希望部落的青壮，我们的学子进来，然后开始在当中看见早年部落生活的概况，同时看见卢凯族这是可以成长，实际上当中的文化智慧蕴藏在当中。透过和台湾博物馆合作，让这挂鹿角的古文物会当回乡展览，除了让族人看到强尾狮团的传统服装、用品甲族群特色，嘛希望让来参观的民众更加了解鹿角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有99栋历史的嘉义旧家屋，目前是国家的古迹哦。伫这届台湾设计展嘛是主要的展览馆哦。设计团队用家家形象来布置场馆哦，民众买当伫遐翕相留作纪念。你好，欢迎光临9间青年旅店。柜台人员清楚问好，但是这不是旅店，是家己的旧家屋。为着配合家己市台湾设计展的举办。透过设计团队的装塔，让这座家屋有全新的感觉。每一个创作啊、艺术品啊，都会很直接，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是哇，这就是嘉义人做出来的东西，是很有热度的。一间一间的番人间啊，有艺术家的创作空间，嘛有在地人文的小解，甚至佫甲病舍改造是会当啉饮料的所在，改变过去家屋黑暗的气氛。它透过色彩，然后透过软性的材质，然后透过共创的双手，然后去打破大家对于监狱既定的想象。伫1922年启用的家己旧家屋，高档已经买100栋，
即届配合台湾设计展的举办，加做展览的主场之一。设计团队表示，这毋若是台湾设计展上特色的展览馆，嘛互嘉义所代表的符号有了新的解说。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再来看，中研院宣布讲，要伫台中市来设全台湾头一座都市空气污染的研究站，24点钟来监控空气中的臭氧甲细粒的尘埃。台中市环保局是表示乐观其成哦，嘛讲未来会甲研究团队来合作。白色外观的工作站，监测收揽空气站的光达设备，也有 PM2.5加臭氧的精密分析仪器，全部拢在内底。中研院宣布，伫咧台中建置全台头一座都市空气污染研究站，要来为台湾西半部的空污问题找解方。因为台中在西部的中央，所以它其实是被在中央山脉影响底下，空气污染扩散最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必须从空气里面的化学反应去了解，到底我们的污染管制应该从哪个源头去管制。台中伫咧中央山脉北方的所在，而且人口数是全台第2大城。中研院按算伫咧遮深入了解城市空气中影响臭氧甲四悬浮的粒浓度变化的物理化学机制，开4年时间来研究。台中市环保局表示，烧土炭会产生硫氧化物甲氮氧化物，过去只会当分批来检验，为采样甲分析就要开半工的时间。都市空气污染研究站会当提供24点钟的分析，未来伫咧管制空污顶悬会更较有效率。污染物的成分浓度是不是有一些细微的改变？然后它这样的量测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里面的成分，然后我们再来环保局可以对症下药，去拟定更有效的、精准的管制策略。都市空气污染研究站的经费是由中研院关键突破计划支持。台中市环保局认为，深入研究台中地区空气物理化学特征，会当厘清污染源来打击。相关科学的资料也会当协助地方来研究防治的计策。记者台中报道。农委会林务局昨宣布讲，20开始关渡自然保护区要转做国家重要的湿地。也毋过，野鸟协会是真烦恼讲，未来人工测红树林，若无专门的单位来负责规划甲管理哦，水鸟的生态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有一些特别的植物啦。美丽湿地有各种的水鸟，有黄吉灵、金眼的，甲乌面腊杯，这拢是干道保护区主要保护的水鸟。不过，即马团村红树林拖生了伤多，自本水鸟休困的烂仔地变做绿地，影响保育成果。农委会20公告废止自本依照文字法划设的自然保留区，未来甲改做国家级湿地，应该是不错吧？可以身体总是好的。其实关渡自然保留区，它在民国75年被指定的时候呢，主要的保护标的就是生活在泥滩地上面的水鸟，有超过130种的水鸟。可是因为红树林其实比较大幅度的扩张以及占据那个大部分的栖地，水鸟就渐渐的被树栖型的鸟类取代。林务局表示，经过台北市政府的调查，即马保育的水鸟种类干大村48种，即马正做国家级湿地，会当用湿地法来维护，就会当人工测红树林，恢复水鸟的物种。核心保护区，核心区，你讲伊5年去巡一届，若5年了，伊环境大家讲安那会变较差，搁落级一般区，国家迄个生态搁愈加愈乱苍苍嘛。野鸟协会总干事烦恼未来红树林撤掉的后续处理，还有负责规划单位若无明确，水鸟的生态又是无法度得到有效改善。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这礼拜六就是耶诞节咯，在耶诞老人世界送礼物的路啊，传出嘛是气候变迁的受害者哦。因为北欧的寒冷拢会落雨，地面哦嘛拢结冰，路啊是无法度挖到物件通吃，所以拢变细只，启动嘛变轻。圣诞老人伫咧送礼物时阵，拢是靠顺路伫咧道上共摇细车。不过你可能有发现，即摆顺路拢较细只。当地芬兰北部北极圈的奥里拉家族9代拢是骑顺路。伊讲，最近这几年冬天温度较悬，雨较多，土骹容易结冰，顺路伫野外找物件食较困难，真少就变散。At least 20, 30 years we have had winters getting more unstable and especially early winters might have some snow and then rain and snow again, and it
it makes ice covers, which really cannot dig through, and they can't get food in the winter as well as they used to. 因为顺路袂流汗，所以热天温度若伤悬，因会挡袂牢，真侪顺路就伫咧热天会死去。为着要替因补充营养，奥利拉即摆另外提供一寡树叶啊、甲大草互因食。They don't like it as much as like me, but they eat it. It helps them to survive. 有一项针对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驯鹿做了20年的研究显示，驯鹿即马变做愈来愈细只，体重愈来愈轻，是气候变迁造成的结果。目前北极圈暖化的速度比地球其他所在近3倍，过去150年已经增加1.5度。It's not like the 1.5 is it would be a threshold that shouldn't be crossed, but I mean here we're gonna go beyond that. I mean there are some projections that they even talk about 3 degrees. 驯鹿变较细只、变较轻，是全世界暖化一大警讯。本来是驯鹿的农户担心，即马因为采矿加土地开发的原因，和这项养殖业压力真大。气候变迁若是继续恶化，农民饲养的成本增加，无利润，更是恐惊会冲击这项传统生活形态。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来看西班牙亚太老人哦，最近办诸神路跑替火山爆发的受灾户来募款。几啊千个民众装作圣诞老人的造型，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心参加路跑招标。这个诸神路跑是要替进前火山爆发的受灾户来募款。 Todo para ese sitio me parece poco, porque realmente han pasado por unos meses y unos días que a nadie le gustaría tener. 伫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帕马岛，顶一日火山爆发，造成千外人都要离开走去避难，至少有2900栋厝受到损伤。天灾地疏，侪民众失去家园。即马圣诞节就要到啊，慈善团体希望透过路跑的活动来募款帮助这个受灾的家庭。 这个圣诞老人改坐船啊，巴西亚马逊河边，侪囡仔是真欢喜，直直摇手要来迎接圣诞老人。红色的衫甲青翠的树篮是形成真强烈的对比。圣诞老人搬山过岭，坐3点外钟的船才到位。虽然穿这束衫是热翕翕，不过因每一年拢坚持去拜访这个生活伫偏乡较散车的囡仔，而且送礼物互因。Nosso desafio é ir aonde ninguém vai. Então, já é uma campanha que não é uma distribuição de brinquedos, simplesmente é uma festa de Natal, é levar um momento de alegria para a vida dessas crianças, dessas comunidades cuja realidade durante o ano é tão difícil. 路西亚救援队的成员穿真喜气的红衫，利用水工的装备吊伫窗仔门边。另外一个是穿蓝色的洋装，搭分推车来探视伫儿童病院内底的囡仔。Больница не место, где должно заканчиваться детство, тем более в период новогодних праздников. Поэтому как же здорово, что вот эта акция есть, что столько людей объединилос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и чтобы праздник к детям сегодня пришел. 伫寒人的时阵，亲身去探视甲祝福，才会收到卡片甲礼物的600个囡仔，嘛感觉真欢喜，会当度过一个真难忘的节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下半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